人有幾種慣性，令到我哋唔識得實踐同理心嘅，包括我哋經常性地分析其他人，我哋會道德判斷其他人，幫人哋貼標籤，話人哋懶、自私。如果你同一個比你要求高嘅人共事，你就會覺得佢奄尖挑剔；如果你同一個比你要求低嘅人共事，你就會覺得佢求其 hea 是但。如果嗰個人同你嘅價值觀唔一樣，佢做嘅行為你就幫佢貼咗你覺得嘅標籤，全部都係用你嘅價值觀去判斷其他人，就永遠覺得自己嘅價值觀啱晒，人哋就係錯晒。你係存在住一個自卑感，你想貶低其他人，抬高你自己，顯得你自己清高啲。呢一種判斷對方、分析對方嘅方法，係會令到對方產生抗拒心理，對方就覺得自己受批評啦，咁咪會反擊咯，或者為自己辯護咯，或者有啲人被分析、被判斷嘅時候，佢會選擇沉默，佢會選擇乜都唔講，唔係代表佢接受喎，唔係代表佢思考喎，而係佢唔想同你嘈，佢唔想跌落呢個權力鬥爭，佢都係覺得自己俾人批判、俾人攻擊嘅，佢都係唔識得同理心。如果佢識同理心嘅話，佢會反過嚟諗下你有咩需要，佢會繼續同你對話，而唔係沉默。